欢迎乡亲继续收看《华视台语新闻杂志》。台湾的观光要安怎来升级？才会当互国内旅游的商机久久长长咧。以海洋休闲活动来讲，台湾四面拢是海，海岸线总长大约是7139公里。但是有真侪区域拢是采危险海域的告示牌，互人无法度亲近。到底这个区域是真的危险，也或是海岸线欠管理咧？华视新闻团队进行观光热闹的系列的报道，得到消费者权益报道奖，咱个做伙来回看这个精彩的报道。骑四轮速步车自由自在享受清凉的海风甲速度的快感，一路骑过真快海岸。90度夹角的这个峭壁就是欧亚板块，我们脚底下的叫菲律宾板块。板块跟板块交界的地方刚好在这里，也就是山跟海交界的一个地方。总着伫花莲的秀林乡卫星的海湾边仔是直冲天际大山，北边就是壮丽清水断崖。受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影响，足够人转向国内，点睛海捕捉变成热门的景点。高一点，总得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，有山海相伴的视野甲景观，毕竟翕相变成热门行程。不过重点要有一项。好，上船。屁股一定要先靠着船身，后这样速度就很快啊，马上桨就抬起来。透早4点，天还未光，大家专心做行前的教育训练，无论是海上的观察，还是飞船的动作，拢要事先熟练。安全的配备准备好了后，采访小组就对游客专程的记录。今天很可惜，因为天候状况不佳，我们没有看到海上日出。不过没有关系，行程还没有结束，可以继续更多的独木舟体验。真高分站将旭日升出海平面迄个时刻炸掉咧，不过粉红色的海天一色依然互人心醉。这里大部船也是伫顶顶踏进太平洋，享受大自然的洗礼。非常好玩，因为这个体验太棒了，一定要来。一定要来，国内旅游真的很棒。我一直不敢挑战游水的，因为本身不会游泳嘛。但是这次让我感觉很不一样，会很安心。对，因为我觉得每个教练都还蛮用心的。现在蛮喜欢海边的，而且就是我觉得带一点小挑战，带小朋友一起做这个样活动是比较有意义的事情。过去的时候都是以纳入为危险海域，实际上危险海域是需要经过教育训练，它就可以让人民更能亲近海洋。他对海洋的那个恐惧就会越来越少。台湾四面拢是海，不过早期因为海禁，一般民众对海拢七分也是惊。2007年，教育部颁布海洋教育政策白皮书，开始推广海洋文化，民众甲海才道有较亲近，不过干那口号敢有够？在政府执行法令上面，其实中央都已经函示原则开放例外管理了，但是地方政府基本上他就是不甩这一套，我还是照样开法，我还是照样禁止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窘境，就是太多东西都是国王的新衣了。大家认为说，如果这一区出事了，那主管机关就要负责，所以主管机关最安全的做法就是，那我就把你写禁止吧，禁止出事了你就自负，我如果没写禁止，你是不是又要找我负责？那我如果许可了，那你出事了又要申请国赔。所以近几年这样的案例一直在发生。主管机关消极的处理，变成民众亲近大自然的限制。依照统计，台湾海岸线总长差不多是1139公里，至少有257个所在被标示做危险的海洋。2020年，国内游览大爆发，国内观光能量甲配套的政策重新受到关心甲检视。疫情也冲击到了东北角的观光。以和平岛公园为例，1月份的时候观光人数有3万多人，比去年同期还要高。不过2月份开始人数递减，一直到5月才有所成长。抽到大尾，基隆和平岛公园人是有够济，较早高放池改做海水游泳池。07年阿拉伯湾嘛，伫2018年重新开放。海湾开放，和台湾的海洋休闲观光有更较济可能性。
这一块区域本来是那个深澳电厂，它要盖那个运煤码头，它因为环评的问题那也刚好发现了这一块很多的珊瑚礁群。那每一朵珊瑚礁就跟玫瑰花一样，很漂亮，区域非常大。不要因为好玩，然后就潜下去，然后把珊瑚弄坏了。深蓝色海面下有几大片，敢若玫瑰的漩涡打规大片有够水，袂输是海中的花园。爱唱水面的人伫海中甲鱼仔做伙游。第一次自由潜 free diving 下去，很好玩，然后下面真的台湾的岛真的好漂亮，台湾真的水里面很美，然后也看到很多鱼，今天看到很多蓝色的小鱼。海里面它很安静，你需要很多时间跟自己独处，然后你可以看到就是自然的东西，不是人创的，然后也不是一些虚假的东西，它就是在那里，然后让你看到最自然的美好。包游艇出海可以玩的花样特别多，不只可以乘风破浪、浮潜看珊瑚，可以的话还可以到浮船上来进行水上擂台。准备开始吗？好，开始。对，这样就好了。甲陆地运动无共款，但伫海上拍擂台，耍了更加欢喜。那啲白云无敌嘅海景嘛，变成游客翕相上水的背景。海上拍可以很放松，对，可以360度旋转，陆地上做不到的任何动作，而且景色也差很多。差很多，对啊，而且海风好凉啊。就是这2、3年，感觉海上活动越来越多，而且很多元化，对，而且自潜的人变多了，对 ，SUP 独木舟人也变多了。以前小时候好像都没有这些活动，对啊，所以现在人很幸福啊，选择性很多。像我们今天玩的这些游戏，以前来讲，可能都要到垦丁、小琉球、绿岛才可以玩到这些。那北部已经离大台北这么近，开车40分钟就可以来从事这些水上活动。那应该是各地方政府来大力的推广才对，而不是到处的来阻止我们，这个也不行，那个也不行。像我们也常常去我们基隆的彭佳屿、北方三岛。我们几乎都进不了，他还把你限制时间，冬天才可以去，那夏天不能去，那也不对啊。那夏天才是玩水域游戏最好的方式啊。目前各县市政府是制定危险海域的宽责单位，也不要安怎认定，并无实际海洋甲地形、地貌等等的科学调查，嘛无全国统一的标准依据，造成各县市的做法无共款，对不着中央政府宣示开放海洋的脚步。面对危险的处理方式，不是让人民不要去靠近它。面对危险的处理方式是分散它的风险，把它的成本降低，把资讯充足、充分的提供，让人民自己去做决定。如果他要下水，如果他觉得危险，那他会去做他的风险分摊。比如说，他可能会去保险，比如说就像刚刚有提到的证照制度，他会加强自己的能力，他会花时间去观察这些海象，他会去了解现况。如果这些东西你不开放，人民就不会去理解，人民就不会有这样子的敏感度。以钓鱼为例好了，其实过去的在一些港口的钓鱼是限制很多的，那在最近大半年，慢慢的它的钓点增加到50个、60个，甚至继续在往上增加。那这些港口呢，也有一些救生衣跟相关的安全设施。那我们希望改善之后，让钓客可以有更适合的环境。开放水域有效管理，变成海洋休闲观光业者的共同心声。除了法令爱放松，创新的思维甲策略，嘛才法度带来发展的新时机。享受海风甲音乐，当年热天限定调景海湾节，变成基隆市的地方特色，运用海洋城市的资源，开创不同款的观光之路。大家很休闲、很悠闲，在那边吹着海风，听听音乐，很舒服。以前几乎没有这种机会，现在我发觉这几年办得很好。因为我们其实是住在淡水那边，他们就想说，为什么淡水那边也没有就类似这样子的活动？那边其实地也够大啊，然后也蛮漂亮的啊。如果有像这样子的计划，其实还蛮棒的。检讨跟改善的地方。厕所。对，厕所如果是要这种活动的话，我觉得可能要增设一些流动厕所，要不然这边厕所像女生都排队排要死要活这样。停比较远，我停海科馆那边，从走路过来。这样走多久？ 10分钟吧。因为外面车真的太多了。
有峰回活动，硬体设备嘛要加强。专家嘛建议讲，为细汉开始正经的海洋教育，更加是和民众亲近大海的关键。现在观光要转型，其实最重要的除了要精致化以外，还有更重要的是能够把观光结合在教育里面，让每一个行程的参与者他都能够得到对于环境的一个关系。那这是我们在谈的海洋素养。看到水面有很多垃圾啊，甚至下去海底玩有看到很多废弃的渔网，我们通通会把它捡上来。其实环境的教育是要从船家来做起，我们示范给他看。台湾有丰沛海洋资源，大海浮汉应该是咱的眼界，看国较远的桥梁，不是阻挡的障碍。然后透过安全的管理、有效的利用，和民众拥抱海洋、甲海对话，成为海洋观光大步向前行上重要的挑战。